點解可以連Chiikawa都可以俾人封鎖帳號嘅？到底發生咩事呢？今次係連我所有帳號，包括 Facebook、IG、私人帳號、Thread，全部封晒，係完全毫無預兆咁樣封晒我嘅帳號嘅。咁其實佢封人係好冇原則嘅。咁呢個係台灣嘅Chiikawa嘅 Docker 啦，有5萬幾 follow。我想問Chiikawa係有咩犯規咧？真係想問，係咪Chiikawa係邪教？Chiikawa教？我唔明佢 Facebook、IG 封人係咩原則？好明顯，佢依家係用 email、用 IP 地址、電話號碼已經鎖死個帳號，因為我嘅帳號係綁埋一齊嘅 Facebook、IG 3個帳號啦 ，Thread 嗰度全部綁同一個 email 地址啦，係全部帳號一齊被封鎖嘅。我唔知到底係發生咩事，咁其實對冇話創作者啊，係對好普通嘅用戶，即係包括小弟我，係好大困擾喎。因為其實係好多嘅個人聯絡方法啦，我啲同朋友嘅對話啦或者回憶啦，係全部冇晒。我真心想問佢哋嘅 AI 審查係到底發生咩事？點解可以連Chiikawa都可以俾人封鎖帳號嘅？好神奇，呢件事係到底發生咩事啊 ？IG 你哋係，我依家係唔想用 Meta 嘅社交媒體二封嘅實體信噶啦，咁我已經揾埋客服噶啦，客服都係清一色都係答案就話呢個係佢哋最終決定啊，佢哋無能為力啊，未能解決啊。